互主你欢喜的礼拜，归荣耀互你。也望透过今仔日的礼拜，牧师的讲道，互人会当有丰盛的领受。搁一遍听见主你对阮讲话，享受主你同在的美好。我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这是邀请兄弟咱做伙起立，来用这首诗歌来敬拜，来学乐。咱搁三角出阵。主，咱会当做伙敬拜，做伙学乐。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是在伫咱称颂、欣赏，在伫咱学乐。上帝，我要学乐你，天上你，地也上你。上帝，我要学乐你。上帝，我要学乐你。
回应敬拜俄勒回应你的听。咱的音性是319。